品的一个将军，啊，就是伊就无注意去拍着一个宝物，去互讲倒来做人，投胎做人，结果伊从啊投胎入一个流沙河，就是讲迄沙河迄落对，哦变妖怪啊！天天讲咧，到房间好变妖怪啊！迄三五斤，啊，做迄时拢袂食嘛，所以讲伊迄阿嬷棍去看，伊迄阿嬷棍吼，挂喺食一条迄种骷髅，啊头啊就对啦，骷髅伊食害人，迄个讲啥？哦，他们就是伊叫做妖怪啦，其实伊落来迄阵叫妖怪，咱的心嘛是妖怪，啊，即个嘛爱着修，你去出去要去西哦，即个心嘛爱修起来，迄会害人的叫做妖怪。我甲拄仔讲，死人无可怕，活人才是可怕，活人会害人，啊，安尼活人害人，咱进啊吼，我讲一个迄个安尼尝试啊，讲一个尝试。你若有讲要去做一件路业，路行啦吼，爱小心，伊就互我捌去迄个新闻看。路行啊，风高了哦，哦，阮一个帐篷遐路行，两个啊，还是两个。愈少人愈厉害，因为有个人吼，伊会去迄个所在打劫，啊，讲较歹听讲拄着喷刀，会甲你规个，就足恐怖嘞。所以讲若去到迄足偏僻的所在，真爱小心。我讲过，迄足偏僻啊，你免惊讲有路规划，你有即方面讲无，你袂惊，是惊讲内底有外口有大人要来遮来惊啊。讲可以啊，我剩恁两个。而且哩吼，我来无逐日咱迄若三四个较歹的人来，恁两个无法面，迄互我捌伫新闻看的。我讲这就是即个时代戒心，所以讲你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啊，伊是代表着三五经，代表着咱个妖怪的电话，啊，所以讲，互我人甲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啊，当然，等下甲讲心爱戒。即咱人个心加减拢会有哦。咱若拄着一个人，你怨恨你的，你会敢你一个紧恶伊？我真正无对，其实迄种咧害人个心，害人个心就是怨恨人个心。哦，我看你真正看袂起我，昨天要来安怎，我就希望你安怎，那是不好的事，害人个心。所以咱心中内底有哪有规划爱？陶冶民生经改变因果的关系，咱害人，你当然是恶果。啊，陶冶民生经迄是关公者，这咱知啦吼。即本册是关公者，迄伫上盖早1700万年前有啊，啊尾仔佫加一寡，佫加一寡天地故事啦吼。伊讲左侧无底树点，左侧树点。安尼，咱若看三国志，可能内底较了解。天极受做幽灵，即后面咧幽灵就去到第五名。但是偏偏伫三国时代孔明只言忠义，幽灵有红衣心。孔明只是因为忠义，正做人正，所以讲幽灵就是讲迄地府嘅将军吼，因吼拢甲当作神对出去尊敬。你看偏偏做人。一个对地府哦受刑法，啊一个对地府，大家人拢嘛尊敬安尼吼，安尼吼，每条路拢嘛尊敬，差一个中义，哦，害人之心不可。咱若即个害人的心转做吼，为人服务，为人提心奉的，就无共款。所以讲关公，咱逐个拢足尊敬关公。天公生大过，第9个吼，天公逐个拜天公，拢咧甲尊敬。天公的方尊敬无干，毋是凊彩呢，哦，毋是伊有忠有义呢，是好相呢，哦，听讲迄个关公伊真细，哦，是咧春秋战国啊，出世是春秋战国，真细伊正是伫三国嘛，关公是三国嘛，是迄个汉朝遐嘛，啊，搁较头前伫孔武的时代吼，春秋战国的时代，伊迄阵是出世做魔术师啊。魔术师咱啊，有咧看图仔戏，咱应该知影啦。魔术师啊，会教官，迄个啊嘛，咱好我捌听过看咧电视咧做啊，
尾有益生菌内底有啥？机会来看卖是毛竹素。毛竹素是啥？伊是过去咱越王勾践，勾践复国，咱若读过历史就知影这个越王勾践。伊是毛竹素吼，伊是迄时代啦，伊是楚国啦。本来毛竹素伫楚国。因伫楚国的国王方言不同。因老爸毛竹素老爸有甲教者，因老爸嘛是一个足有忠义的人，足正直的人。但是伊会去讲着会当皇帝、逐国王讲你安尼做，安尼甲讲。伊毋敢讲了，可能去得势啦，到尾向反派。所以反派了就要亡国曹操，全家拢要杀掉。全家杀掉，因老爸甲伊兄弟拢了，但是托毛竹素就走。经过交关，我倒过无死，我留伊一个，伊兜拢杀了。毛竹素走交关了，去到吴国，去到吴国，吴王夫差。去互吴王夫差用，因毛竹素有中，阁有正，阁好有重，地位都有。伊同吴国地位甲正好，正强。然后吴国就拍败楚国，越王人歹势，拍败迄个越国，越王勾践就拍败。而且吴国的遮力强，和毛竹素有关系。毛竹素是头人，有中国。迄个吴国拍败了越王勾践伊用心机，越王勾践历史咧写讲，即个人有心机，做大较认真能够共享乐，能够共患难，不能共享乐。伊伫患难当中会生气，但是等若到要享乐，伊无爱享乐。伊即个所以讲吴国拍败了越国了，毛竹素建议一定爱打外国消灭。吴无爱听，为啥无爱听？因为迄个越王勾践用心机，伊送米路送米路，送西施，西施就是迄个勾践送迄个夫差。吴王夫差看着即个米路足大意哩，是毋是越王勾践搁中对我讲互你做奴才？对吴够好遮尔好诶人，我哪有可能消灭？但是毛竹素讲你要来消灭人，讲你吴国会叫消灭？我唔听袂落，听袂落了生气。但毛竹素讲，因为毛竹素拢会来建议，伊安那较好，安那袂使安尼。听了就听袂落，生气了输一支宝剑，你家己自尽。所以毛竹素就是安尼事。真正是我感觉讲无明理啦。毛竹素遮尔厚诶人，因为伊甲你讲一寡你意见无合，安尼你无解诶，你就当输死。所以毛竹素就安尼自尽。毛竹素自尽，要自尽诶时，伊大伊厝边人讲我死诶时阵你爱甲我目睭看伫迄个城门遐，我要看迄个别国安怎拍败吴国。迄个啥吴听着佫愈生气，害死了佫家己诶身体等伫迄钱塘江，把毛竹素诶身体等伫钱塘江，所以毛竹素从变钱塘江诶一个姓，伫遐高钱塘江变一个姓，迄是关公诶真细人伊就是毛竹素。我讲这顶所以关公你看伊人做义气，伊日本一世来拢是为义死就对啦。伊连吴兄做毛竹素嘛是为义死，来到三国做关公嘛是为义死啊。哪为义死呢？落来了甲现代，我是听电视台安尼讲啊，讲连宋老先生，那是关公出事，我是捌听安尼讲。咱宋老先生嘛是做义死诶，伊较早年代了诶时阵伊咧是共产党咧了。伊讲你要了我是头，你来帮人。你道歉你拢讲要听我的，你拢毋是要安尼，你来帮你了我钱。所以咱算老先生，共产党了了清爽，变。伊就要救兄弟，所以讲为义死，讲义
其是讲起来，伊每一世落来到世间吼，拢是中期、顶顶、耿耿，总是怪人吼，会当出境了走，反复依法。啊，所以讲咱着害人的心动，来改变做敢牺牲，奉献的心，咱伫道中所做的，咱来学迄个关公的精神。办道辛苦无要紧，为着道务我是辛苦。咱若即个心以后咱就来关公越来越接近，中心变去嘛中有去，这是叫咱去学问的所在。所以咱要把即个心做一个转变，倒来无精，心爱精，就是讲烦恼爱断。即个无精是观世菩萨教好的。但是即个三毛精三毛精来讲我来发好来你做做爱精，修行人烦恼莫伤济，心若袂清自信就较袂方便。心若袂清自信较袂方便。随情爱愈修清，你才会感觉道愈来愈宝贵。如果你若愈心愈烦，你会感觉修道无啥物好处。安尼其实道是足好啦，因为咱心袂清怎啊互感觉就咱其实道足好。你若当好啊来用，互咱愈来愈清。所以烦恼，要烦恼袂了啦。其实互我嘛做过烦恼的啦。阮兜的遗传我爸爸妈妈对对来，我听年轻啊足侪拢做过烦恼，但是经过学做了，伊是会改变。经过学做了会改变，烦恼心慢慢减。我们要一个手减到无有困难，慢慢减。用道理去降服，道理听着罢了用道理去降服。无实在讲，你若要烦恼袂了，太侪代志啦，烦恼的东西，人讲话讲啥？烦恼会解决代志是两烦恼，若烦恼袂解决代志，你烦恼假。烦恼若袂解决代志，你烦恼假啦。若烦恼会解决代志，烦恼无要紧。好有些爱说话对吧？因为时间也真无偌济，剩即只。